咁你繼續企喺度。OK， 咁大家都係想身體健康嘅。咁好啦，咁大家都清醒晒啦，咁而家就可以專心聽我10分鐘嘅 journey 咯喎。咁其實咧，我問呢啲問題咧，其實唔係 for fun 嘅，背後嘅事實一啲都唔好笑。因為其實我頭先講個產品全部的而且確係塑膠做，500年都可能未必分解晒。咁好似尿片啊呢啲咁舒服嘅都係塑膠做係咪？500年係咩 concept 啊？500年後呢個 building 冧咗，但係可能原來啲尿片、衛生巾、口罩都未降解晒，咁其實係非常之一個大嘅問題啦。第二個問題就係海鮮，其實咧有香港嘅大學研究指出咧，喺荃灣對出嘅海水1公升嘅海水有36萬粒微塑膠。咁好啦，啲魚啊、蜆殼食咗嗰啲，即係吸咗嗰啲海水，咁你又食翻佢哋，咁微塑膠咪入你身體咯。頭先有一半嘅朋友係唔中意食海鮮，不過都關你事，因為有好多渠道，我哋都會攝取好多微塑膠。其實就係我哋每人每星期係會攝取5克嘅微塑膠，係專家指出。咁好啦，咁其實上年都有科學家啦，就臨床證實。微塑膠咧係會增加我哋患心臟病嘅風險5倍咁多嘅，所以咧其實成件事係非常之恐怖。咁我哋 OCO6 嘅創辦嘅原因就希望想解決呢啲問題。咁而介紹 OCO6 之前，咁我講下我自己先啦。咁喺20年之前咧，我都好老啦。20年之前咧，我就加入咗中大嘅物理系。物理系可能好多人都唔中意係咪？咁好啦。物理係我好開心，我 Year One 攞咗首位華人物理學諾貝爾獎嘅得主楊振寧教授喺佢手中攞咗個獎學金啦。咁而楊振寧教授都有同我講，希望我可以學以致用，希望可以用物理去貢獻社會。咁畢業咗之後咧，咁其實我加入咗一間德國公司做科學家嘅職位啦。跟住後尾就有間澳洲公司請我去澳洲做嘢啦，慢慢跟住又有另外一間公司瑞士公司就請翻我翻香港就做亞太區嘅總經理，掌管成個亞洲嘅 business。咁輾轉之間咧，我就開始踏入創業之路啦。咁就係喺香港疫情嘅時候，2020年2月，咁就開咗香港全香港頭即係10間其中一間嘅口罩公司。係啦，咁生意唔錯，咁我哋2年之間我哋就賣咗公司，係啦，咁大家做 startup 其實你都想 exit 係咪？跟住咧就唔知點解開始咗 OCO6 知嘅，係啦，咁跟住就加入咗HKSTP 嘅大家庭啦。好啦，跟住我又翻即係喺中大就20年之後攞多咗中大一個獎，就係中大嘅傑出校友獎項。咁大家有冇聽過？蘋果公司創辦人Steve Jobs 就話 connecting the dots， 即係原來你日後我回顧翻我20年嘅經驗啦，係咪？原來我所有做嘅嘢都係 connected 嘅，係啦，即係話譬如同學你可能20年後30幾歲嘅時候，咁可能你日後你嘅生活其實亦都係決定於今日你做緊啲乜嘢嘢。咁我好開心科技園俾我機會啦，就之前就係去咗美國矽谷。startup 嘅天堂矽谷咧就有半年嘅 training， 做咗無數咁多次嘅 pitching 啦，咁我亦都好開心係為一間香港公司喺嗰度咧就攞咗2個 pitching 嘅獎項，做咗好多 fundraise 啊，識到好多人啊，識到好多 investment 啊，咁我亦都加咗一個同事係 Stanford University。咁好啦，講到咁耐啦，咁其實究竟 OCO6 係點樣開始嘅咧？咁樣，咁我哋呢一位係我嘅兒生女蘇兒，佢當時4年前咧係5歲嘅啫。咁佢係我哋嘅 hidden co-founder。咁發生咩事就係有一次我帶佢去做垃圾回收啦。咁蘇兒就同我講：咁姨丈，你做嗰啲口罩可唔可以回收㗎？咁樣。咁我同佢講唔可以啦。咁樣。咁跟住我諗住同佢講就係，跟住一句得埋嚟就係：咁你做好多口罩唔可以回收，咪好唔環保咯？咁樣。咁呢一句説話就係其實頭先 Fanny 都有話嘅，一句 small voice 可能佢嘅影響可以好大。
咁所以 fast forward 時間都唔多，咁所以咧我就講快啲就係、咁我哋 Oco6 咧就係 develop 咗兩種材料，一種咧就係100%生物可降解嘅材料，呢個材料可以做好多唔同嘅一次性產品，例如口罩啦、日後咧尿片啦、衛生巾啦、手術袍啦等等等等。另外嘅材料就係、好多產品係塑膠做，但唔係一次性噶嘛。例如我依家揸緊呢啲啦，手錶啦、眼鏡嘅框等等咧，咁可唔可以用一啲綠色嘅材料去取代石油塑膠咧？咁透過我哋就可以啦。降解生物降解可能對大家嚟講個概念都係新，咁所以咧我有呢個 video 就 show 點係咩回事。嗰個白色嘅口罩咧就用我哋材料做嘅，黑色嗰個咧就係普通嗰個口罩。呢一缸係缸水，有啲微生物。你哋見得到咧，就係我哋嗰個物料啦嚇，或者我哋嘅口罩係慢慢被微生物係完全係分解晒。咁亦都分解變成二氧化碳啦、水同埋 biomass。咁大家見得到呢一棵植物，有冇諗過呢一棵植物係由我哋嘅口罩物料分解後種出嚟嘅咧？所以成件事係非常之 amazing。咁而我哋公司嘅名 Oco6。Oco 意思係德文，意思係eco-friendly， 而 6咧就係6個月嘅意思啦。好，咁Lean Economy， 咁相信大家做對 sustain 有認識嘅，其實都知道，希望我哋係可以由 Lean Economy 變成 circular 啦。From nature to nature 意思就係我哋由大自然物料做成唔同嘅產品，最終分解去返大自然。好啦，咁business model， 咁其實我哋咧就係好簡單，我哋係希望可以喺一次性嘅產品做 Gore-Tex， 係啦。咁譬如我哋提供一啲物料俾唔同嘅公司，好似 3M 啊、尿片公司啊，或者化妝品牌公司，咁佢哋用我哋物料做成佢哋嘅 product， 咁我哋就係佢哋嘅 Gore-Tex 或者係 NVIDIA 啦。呢個可以快啲講一句嘅咧，就係咁，我哋都有廠房啦，咁有好多 OEM partner 啦。咁攞咗一啲國際性嘅獎項。呢度咧就想好快分享下咧，就係嚟緊2個月之後咧，我哋會同一啲機構啦，譬如 WWF 啦、中大啦，就係聯合推出一個campaign， 就會做香港史上第一次做2樣嘢係香港史上第一次嘅，分別係用塑膠垃圾做成一啲有用嘅產品 upcycle， 例如用洗頭水樽嘅膠做成一啲有用嘅產品。咁同時我哋會注入一啲 bio content， 同時大家都應該相信好清楚就係嗰個 FSC 嘅個 logo 啦。咁其實咧有一啲可持續森林做出嚟嘅紙啦，咁但係原來喺香港或者係美國咧，如果你用一啲綠色塑膠做成一啲產品，係居然冇呢啲咁嘅認證嘅喎。咁所以咧我哋就想聯合 WWF 推出一啲咁嘅綠色塑膠嘅認證，譬如幾% 都係 recycled plastics 或者係有 bio content 嘅綠色塑膠，係啦。bio content 可能比較深，所以有興趣可以再問我。最後2張 slide 啦，咁其實咧好多朋友都有同我講，你做初創，喂好有趣喎，好好玩喎，你可以做老闆喎。其實咧初創條路一啲都唔易行，呢個係要需要無比嘅勇氣同埋熱誠。譬如你試想像你係初創嘅老闆，你就係呢一架船嘅船長，隻船喺個大海航行，向邊個方向行，行幾快，行幾遠，有幾時冇油等等，或者一個浪打埋嚟，或者可能一句説話打沉你。咁所以其實 startup 係一啲都唔易行，不過如果你係 enjoy what you are doing， 其實呢件事係非常之 rewarding。咁最後咩咧？我有3句説話想同大家分享嘅。第一樣嘢就係珍惜你而家仲係讀緊書嘅時候。你可能見得到好多問題困難，什麼考試唔合格啊、拍拖失戀啊呢啲等等咧。當你大個咗之後望翻嚟咧，完全係 nothing。咁我都好想，如果可以嘅話咧，我係可以翻去中學再讀書。咁相信我嘅將來可能會更好，係啦。第二咧就係頭先都有講咗啦，即係有啲時候咧 ，the greatest inspiration can come from the smallest voices。我哋 Oco6 都係因為5歲嘅小朋友嘅一句説話 inspire 到我哋走到今日。咁所以大家
勇於發問，亦都唔好睇小自己，因為可能你嘅聲音或者係比你後生嘅小朋友嘅聲音，可以帶來一個非常之大嘅改變。而第三樣嘢就係、你哋每一位都係可以改變世界。我哋唔係講緊發明一啲全球第一個技術或者係乜嘢，唔需要咁大嘅，好簡單。由今日開始減少使用塑膠，將呢個 message share 俾唔同嘅朋友，環保、愛護動物等等。其實呢個 small step，其實亦都可以帶到一個好大嘅改變，可以幫我哋愛護呢個地球，保護呢個世界，係啦，咁改變呢個世界。好，咁我分享到呢度 ，thank you。掌聲多謝晒 Eddie 嘅分享，亦都多謝佢同我哋做咗一個咁好嘅總結，非常之同意啊！咁所以咧，在座嘅同學們咧，記得好好把握